過去100幾年，香港經歷過唔少起伏。我哋從來唔奢望無風無浪，我哋亦都唔相信不勞而獲。憑住雙手去實幹，係我哋嘅信念。我哋走過嘅係一段不簡單嘅旅程。我哋有過喜，有過悲，享受過成功，亦都體會過失敗。但係我哋從來未放棄過。香港係一個非常獨特嘅地方。我哋既站喺國家發展嘅前沿，亦都喺世界發展有一席位。或者我哋嘅貢獻微不足道，但係我哋喺國家同埋世界嘅發展裏邊，從不缺席。我哋知道一個社會要不斷進步，就要團結各個階層、各個行業嘅市民，包容不同嘅意見，讓我哋嘅社會更加進步、更加公義、更加繁榮。面對深層次嘅社會問題，我哋有時候會懷疑自己解決問題嘅能力。對於討論多時仍然未有進展嘅事，我哋有時候會失去耐性。我哋都感受到近年社會有啲躁動，但係我懇請各位，我哋唔可以失去信心，我哋要保持耐性，因為我相信我哋香港人係堅毅同埋靈活嘅。民意最終必定會彰顯，香港市民嘅力量會繼續推動社會進步。未來幾年係關鍵嘅時刻，我哋要迎難而上，要勇敢面對挑戰，開展新旅程。我哋700萬人是一家，家是香港，要呢個大家庭更加美滿，靠嘅係大家都願意多走一步，多為呢個家着想。我決定參選行政長官，踏出呢一步，希望可以同大家攜手一齊擔起呢頭家。我決心參選行政長官，踏出呢一步，就係希望同大家攜手一齊擔起呢頭家。